在不来你要哪？下来。老给吗？我本身也是在国外，了解干了，国外上来这样的，好了，然后拜码，我那种地方那种拜码，叫什么地方？我说别个不要他们的，多少位？我那拜码的，那这个那个啥了？俺们记得了，2码的。那这个，那这个，我可能回来，我也没有设立。我也没有设立，我没有设立那个，让我就忙完了。你搞个能保，能啥能保？能保那些股民，好的，不吉利啊！咱们来口讲嘛，讲那个口讲的讲。